列車即將到達，請先讓車上乘客落車。低鐵同埋馬鐵今日返咗嚟喎，係期間限定啊！事緣今日屯馬線嘅工程進行，原本尖東咧咪有路軌通去舊紅磡站嘅，呢一條嘅路軌停用之後咧，附近嘅路段就需要進行微調啦。而家全線係分為兩段去運作，分別係往返烏溪沙至紅磡同埋屯門至紅磡嘅。而車程橫跨紅磡站嘅屯馬線乘客就需要喺紅磡站落車，過去對面月台轉車啦。以烏溪沙開出嘅列車為例咧，過咗何文田之後咧，本身係去紅磡站嘅3號月台嘅，今日就經過呢一個波口位入去2號月台啦。上落客之後就會返轉頭去烏溪沙。特別安排之下，往返屯門至紅磡一段啊，變相令到西鐵重現返，彷彿係返到以前東鐵、西鐵同埋馬鐵並存嘅時代啊！不過咧，去紅磡嘅列車就唔係得今日先至重現嘅，其實每日都有嘅喎。每日凌晨12:03由屯門開出嘅尾班車，都喺紅磡止步嘅。至於喺烏溪沙開出嘅列車，凌晨12點之後就冇限足全程嘅班次開出㗎啦。之後會有3班車去紅磡，最後就係4班去大圍嘅列車啦。真係十足十好似以前嘅馬鐵咁樣㗎。咁呢列車之後咧就會翻床啦。有網友講起咧，今次嘅臨時改動啊，令人諗起沙中線原先嘅3線交匯方案喎。雖然都係有啲唔同嘅，但係大家又點睇呢？不如留言分享下啦〜